30岁上台北是因为老人家就特别是条路，所以老阿妹个俺无买，听阿爸上台北。早期因为他讲因上台北嘞吼，像阿爸去做公务人员嘛，啊，家因是不是直接就咧开私药房。你也冇经用，你也要证照，你才能开业。所以刚阿爸是他的眼光也不错啦，在我爸的时代系开私药房，阿妹做，所以阿爸想讲，你私药房系咪喊我儿子执照的，所以向我托约的。啊，我是莫名其妙，人生就是这样，毒药读一读回来就是准备开店，所以我是从头来过。那个年代就是会被钱压的年代，连过年回娘家哦，差不多7、8点、8、9点下去，吃了饭，傍晚回来，天天就是开门又开门又开门，跳过我们周休没半日。刚开始比较辛苦吧，都快死黑了，半夜碰门没有开门了。对呀，因为这边都是新婚的啦，刚小孩子小的，所以他们临时都会感冒啊什么就来敲门。
我持人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后生因的大变该震动的，像我哋后生咪穷样，我哋后生的时间，一年365天，做364天，对不对？那是那个阶段的生活方式。分享温暖的嗓音，刘慧卿，欢迎新锐的音乐创作人刘慧卿。希望大家哦，我想，因为我看望下清楚，我系刘慧卿，我想请问是系
头先西柔风给入信上都哪位？叶先生在哪里？叶元宏先生，挥挥手啊！谢谢你，就是叶先生跟叶太太，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唐辽记得个故事，应该讲有办法写出两条歌的，到3音变2、3音，和2、3音变到规无下音，规无下音留定係該照顧。自家無下音嘅心情來開兩件西樂風，下來強下來看海豚樣片來看。我来的时候是民国51年的时候。民國50。民國50年了。哦，因为我的二姐啊搞不完全应该关节，所以说我住在家，住在她的家里。住进来的时候没有几户，我最先搬进来。然后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那时候讲起来也是蛮辛苦的哦。因为我们来到这里的人生路不熟的话。摸熟识，就是没有人来提拔你啊，所以说都是做苦工。没有房子，随便搭。那时候我刚刚来讲那个中华路哦，非常这个薄哦，提房哦，提房那是这个提房，那个没当那个没有房子住哦，从这个马路啊斜下来，不斜下，斜下来，住那里。很多客家人哦。都来到台北，我就会来到这比较困难嘛，住的破破烂烂的房子了，这肩膀不会淋到雨就可以了，想着赚钱我们衣锦还乡，但是没有想到落地生根，一住下来就是好几10年。咱也全部懂辛苦，懂打拼，开几个搞出来news目标，在那一段时间的话真的是。那个时代的转变，有没有？真的是很快。年头行到。
上西下无空空，北宫桑颠到天宫桑，观音用三心高举讲不是讲，芳梦迷总统，天忙讲该找时窗，十步下该路行啊行，任凭爱任你啦。俩大不冲眼聊天，独冇强容，如风把事紧来紧都站，伏下去都是冲平，任是事都海藏，因伊好过因伊累。圣梦飞行，谢谢刘慧卿。谢谢大家，我也想要再问一下腾云里的北北叔叔，大家有来吗？在哪里？哇！他们就是一群很辛苦的，从客庄来到台北打拼的，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前辈。我想问问看，同样是身为客家人，现在也是从客庄来到台北打拼的年轻人，举手。哇，现场好像几乎都是吧，虽然我看不清楚。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带来的2首创作，《新梦台这刚刚还有刘慧卿，谢谢。圣梦刘飞琴，谢谢刘慧卿。因为说真的，刚刚接会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做会长，这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当初接的时候，市场实在是太脏了。那因为我的客人，那他们就问我说：“老板娘，你怎么市场怎么这么臭？”就后来走说，哎，确实有那种传统市场的味道，可是我们没有很严重，就是啊。我第一个就想到，这味道一定要根除。好，这是我第一个目标，我要把它弄干净，这是我第一个直觉的想法。104年那时候我做第一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常常漏水，这边都漏水。那时候我还不想改，我想我做一任，我就不要大刀阔斧去做这些事情。第2任又选上了，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洞弄了。那么我们就轮流的停工，轮流的把那个市场就关闭。就那时候当然，所有的业者会反弹很大。我开会的时候怎么的，他们就说就开始骂，我说骂完了，我就说好。那既然大家这么有意见，不想改的话，假如有人愿意来承担，假如万一闹出人命，市东市场是危楼的话，请问谁愿意负责？假如你愿意负责，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照样做。没有一个人答应，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我说那就决定做了。我觉得我当会长这8年我就觉得就心没有那个心伤很多啦。真的，我那时候很多事情，那个揪心的痛，知道吗？那遇到很多事情我们是一片的，遇到很多阻碍的时候，真的是捶心肝呢，正经呢，真的是啊！你不要看到我风光的一面，真的我在捶心肝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人很善良我觉得说我在有生之年，我能够做一些善事，尽量就赚。然后客人跟我买花，我常常都会跟他讲，我都会将心比心。今天你要做什么？今天你是马上就是假如是丧礼的、婚礼的，就是要开一点的花，我就会用这不要开的花给你。要是你要摆家里摆持久的，或者那个饭店啊什么东西要的，我就会用最好的花、最新鲜的花给他做。我常常都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在想。接下来欢迎的是漂亮的刘格凡，欢迎的银乐路方一直坚持的刘克凡，欢迎。
大家好，我是刘杰帆。礼拜吼，写了跳舞吼，又做填调啦。好，了首歌嘅女主角许桂昭阿姨吼，就是那个时候哦，做填调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回去要写一首歌哦，那哪一种发水酱，上来上去哦，我感觉哦。挑架用水酱，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但想係時充地讀又按用兩種法哦，該每一個家庭哦也一樣有這樣子為家庭付出，不怕辛苦，哦，只怕孩子家人不溫飽的這種花。好，希望大家今天喜歡我的創作，謝謝。尋夢大家。谢谢最美的女人花刘格凡，什么最奖的女法刘克凡。其实，在做书屋花甲前身是有一个书屋咖啡，那它其实是比较小的一个场地，但当时就是跟家乐福合作是做咖啡课程，那个课程呢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就取名为书屋咖啡。那后来孩子们他们考上证照之后，里长就对，然后里长就愿意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实际的操作，那我们就开设这家店的时候就取名改掉，从后面的咖啡变花甲。那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照顾到所谓的老人，就是老人可以在这边共餐。其实从我小时候印象就是长辈比可能年轻人还多，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父亲他在做里长的时候就很注意到这一块，那就想要开始做共餐啊，或者是帮助这些人。对，教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很小心翼翼，因为我可能做错一件事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认知。我觉得，就是尽能帮的话，就尽量帮嘛。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很厉害，或者是我觉得我哪里很优秀。我只是觉得说可以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其实像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我还是知道我有一些不足，这些不足可能可以透过其他的老师来教他，那又或者是我可以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可能我咖啡的方面我教到他可能就只能这样子，但我可以多他教他甜点，或者教他其他的一些面向，透过这样的话去让他来这堂课的时候，他可以更丰富，对，然后这也是可能是我妈的教育吧，因为我是小时候就会想要做菜，我妈也不会限制我说哦你不要进来之类，她会觉得好，那你就试试看，就从小站椅子，然后做到不用站椅。我会很喜欢餐饮，除了是做菜以外，还有是与人的相处，就是我觉得我在跟客人沟通或者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是让我感到这个工作是有成就的。欢迎金曲歌后吉娜。Love you too。令人也因这明嘅菜市场，有限世界总会行过，温暖嘅声音，汹涌嘅微笑，带纯爱舒适嘅味道，有别乡头富关沙点苗，主牛是群菜桥一望，下家草牛准备好了上座，黑暗的季节味道，为你添一碗饭，将你听听的事，一梦一世的快乐又漫长，你追寻的笑容，化作爱心温度上暖的力量，偏爱韩国，也人生过过，
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口琴手 Otis 一点掌声吗？又家乡，跳富冠三点庙，主庙是劝在强，希望下家草牛准备好着，上早黑暗的季节，迷途明日添一碗饭，想你听听的事。希望你是的快乐又满足，你最深的笑容，发自爱心感度上暖的力量，因爱韩国，让人生过过代代。有你有爱，一家人的烦躁，飞云烟天边，不停，也送出为你出的秘存，上来的难给幸福。什么太港，谢谢。其实呢，谢谢士东市场的徐桂昭阿姨，还有南机场的魏贝贝。魏贝贝今天有来吗？好像你要上来是不是？好，等一下我再拿柜给你吃哈。好，好，她真的被推出来了，这个妈妈真是不像话。好，还有呢，其实呢，非常感谢，就是这些让我们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的这个田野调查的这些菜市场的摊商也好，或者是旁边的这些店家也好。那刚刚的这首歌呢，叫做《一家人的餐桌》，一家人的翻走。那这首歌呢，我要特别的谢谢方奕杰还有他的妈妈凤珠阿姨，他们今天有来到现场。因为奕杰呢跟我分享，奕杰在那边嘛，哈。阿姨，凤珠阿姨，这首歌是唱给你听的哦，哈。那谢谢奕杰跟我分享了很多他的故事。他跟我说，为什么要做这道客家小炒给妈妈吃？哈嘎操牛，我们客家话叫哈嘎操牛。为什么要做给妈妈吃呢？因为妈妈现在的身体她的身体不是说很舒服，然后记忆力可能也比较不是像从前那么好。但是呢，就是如果去餐厅点菜的时候呢，妈妈都会记得，就是不用看菜单，她就会。他说他要吃客家小炒。那奕杰呢，其实他有跟我分享说，妈妈小时候他们家是卖豆干的，他会帮外公去菜市场卖豆干，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这道菜或者是妈妈的记忆里面的连结，他对于这个食物的味道、食物带来的幸福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他希望可以做菜给家人吃，然后因为呢，吃就是这一家人共餐的这个心情呢是非常幸福的，这种幸福的回忆呢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今天呢，我的家人也有来到现场，这首歌我也要送给他们。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的演唱会也快到结束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这个演唱会的一些花絮。其实没有啦，没有吗？直接唱歌了。可恶，被骗了。好，没有好啊，我们转换一下温馨的气氛，好不好？大家，拍这个啊，再次掌声欢迎吉娜。双手在哪里？把你们双手借给我，还有节奏也给我好吗？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买一把幸福》，买一把幸福。后面朋友站起来了。那把你们双手借给我。还忙空因一场开始，你都生发走走就红葱。把等一把把幸福，我应该全部卡，边走前
种朋友们以上，根本你好梦。掌声不够大吧？哎，你们的节奏感在哪里？天寒晚空，因一张开始，比到散发着做酒红葱。他等一把把幸福本应带准不卡，变奏全感应当你散发的力量。不管海风吹呀很一扎，不是一观众议论音波。买单安都一梦给春时冲，随时本爱成家给迷途。来呀买，把世界给幸福，大概不能就在呀，别开始听听的感受。大风有你，总还不能有笑容，老板看到就从朋友们以上，给我你好梦。掌声加尖叫！电吉他王一中，我们的木吉他黄培义，我们最帅的贝斯手卢新明，鼓手郑渊明，Yeah！ 键盘手 Nash， 康杰瑞，大琴钟全达，掌声加尖叫！哒噜哒哒噜哒嘿耶，哒噜哒哒噜哒嘿耶，虽然从黑河流马路，你的呀嘿安哟三万航空。哎，他是金啊！要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音乐人，首先欢迎叶玉婷、李汉标婷，欢迎阿 King、Q 亮婷、邱元清，欢迎刘开范刘伯凡，欢迎刘慧清、刘飞婷，还有爱之家徐周伟，掌声鼓励。前面谈到的吹调上合适礼拜度，所有的歌曲好听无？沈梦太家，再次谢谢台北市客会沈梦所有的纵观嘉宾来到现场，向大家带到金边的幸福，带到2021年，好不？我们要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金曲制作人、音乐总监黄培玉老师、钟成达老师，谢谢所有认真厉害的乐手，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明年见，拜拜。谢谢。什么那个？等一下嘞，你要记得明天凶，我们请主委哈，还有所有的长官嘉宾上台来，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引导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所有精彩的演出的乐手、音乐人，掌声鼓励。我们也谢谢所有长官嘉宾来到今天的现场，谢谢你们，谢谢。好，准备好我们的相机，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来，好，我们先拍照哈，我们先拍照，然后所有乐手老师，我们自己找饭吃吗？可以吗？哈，可以哈，来，我们再往前一步，好不好？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好 ，OK 吗？可以吗？那个两侧边的我们就侧身一下，好不好？我们请那个慧清，那个我们请主委
我们请长官都站中间好了。对，长官站中间。哎，那个我来好，来，我们让长官站中间。来，排 C， 来，可以哈。长官嘉宾站中间。好，Annie 宽，我们先看主要的摄影机好不好？在哪里？摄影机，我们看中间好了，先中间这一排，看中间哦，比个赞好不好？买一把 handphone， 赞不赞吗？哎，好，我们眼神移向右手边，回来中间，左手边来一个。好，哪里补镜头 ？OK 哦，中间好，这位帅哥补个镜头，好，比个赞好不好？买一把幸福，赞不赞？谢谢诸位，谢谢所有长官嘉宾，谢谢你们，神蒙大家，好，今天演出哈，希望大家会喜欢。等下嘞，有喜欢这所有歌曲的朋友，我们在我们的服务台呢有贩售我们的专辑。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所有音乐人会在背板前面为大家签名，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演出，希望你们喜欢。我们所有的一切正能量给大家。我们明年见，拜拜。我是新科家广播界的董事长。要背过去，然后就太长。其实我们市场长大就是这样。小姐来吃吃看吗？好吃，好吃。哦，我没有骗你，真的。还炒国语，炒了香啊。也很瘦呢，然后像你不要这样说，不好意思。很瘦呢。那边那代表钱，我也是。对，你们要这样吃才好吃，这样才好吃。这就是非常好吃的地方。好难哦，这个。好吃。这次拿风就献给这个剧组。第一次在市场演奏，这不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在我自己家的市场苏北市。好，厉害时间分享泰嘎哈，打卡拍照买专辑都在我们服务台哈。抢泰嘎打卡，翕相，医疗名叫报告时间哈，什么泰嘎什么。